38萬就可以上車，珠海市區前3物業，你冇聽錯。今期同大家推薦嘅一個珠海市區嘅新盤，係由我哋嘅國企開發添嘅，非常適合港人北上置業、自住或者投資啦。咁項目係位於香洲嘅核心啦，背靠板張山森林公園啦，行100米就可以到我哋嘅登山道啦。然後真正嘅一個山景靚盤，交通方面係點呢？有1嘅輕軌啦，1個嘅港口啦，2個口岸，3個大橋啦，往返港珠澳都係非常之方便噶啦。咁我哋嘅周邊有富華里啦、九洲道等多個嘅商場啦，生活配套都已經好完善啦。仲有我哋嘅暨南大學啦、第10中學等嘅優質學府啦，以後轉售都會好容易噶啦。咁重點嚟睇下呢個89平方嘅戶型啦，4開間朝南啦，設計好貼心啦。一入門嘅呢個玄關收納空間都係夠晒實用噶啦。跟住廚房啦，板房就做咗個開放式嘅廚房設計啦，空間感就係超闊落噶啦。咁旁邊仲預留咗擺雪櫃嘅位置添。咁客餐廳一睇啦，採光充足，一家人聚埋一齊都好溫馨嘅。仲有一個闊景嘅陽台啦，望出去就係板張山嘅靚景啦，咁仲可以嘆茶睇風景添，超寫意啦。行過客廳就係生活區啦，第一間嘅客房夠晒實用啦，做書房客房都得嘅。跟住就係公共衛浴啦，乾濕分離啦，夠晒實用啦。咁我哋呢個第2個客房空間係仲加大嘅，夠擺一張大床同埋衣櫃。最後嘅呢個主人房套間足足19平方米嘅，帶獨立嘅衛浴啦，飄窗同埋衣帽間隱私性極高啦。咁主人房望出去嘅景同陽台一樣，都係靚嘅山景嚟嘅。咁翻到屋企都係一種享受添噶啦。呢個嘅物業佢主打係新送風嘅一個園林啦，全齡會所啦，精裝交付啦，而且係國企嘅實力打造啦，信心得到一定嘅保障噶咯。